西方的經驗表達，始於現實與個人的衝突。人直面世界，在世界對自己的要求與自己所渴望的事物之間產生掙扎。因此，西方文學大多集中於選擇的瞬間，在無法不行動的位置上，人顯露出自己。然而，這種選擇並不總是伴隨清晰的答案。選擇之後留下的，往往不是完成，而是提問。西方的經驗表達經常指控現實本身，荒謬、壓迫、不義與匱乏成為敘事的中心。然而，這種指控無法徹底提出超越現實的標準。因此，西方文學中的人物不斷地發問：是這個世界出了問題，還是我自己出了問題？這個問題使人覺醒，同時也使人孤立。西方經驗表達所留下的困境，是對自由的渴望，以及承擔這份自由的標準之缺席。這份困境在之後的文學與思想之中反覆出現，並不斷被放大。